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伫咧圣诞节节期的中间，通过圣歌队拄啊引带咱学罗上帝诗歌，咱会当看到伊伫圣诞节所要带互咱的一个意义。尤其是拄啊咱听圣歌队所吟的诗歌，你若有真大的感动，你放心，咱伫咧音控室的同工，将今仔日录影起来，亲像咱过去逐礼拜共款，录影起来加几工啊，你伫咱的网站顶头就会当点着。伫咧网站顶头，你都会当点着，甲今仔日圣歌队引带咱敬拜上帝，特别是迄个歌词、迄个诗歌、迄个欧罗的感动，踮咧厝诶，咱会当搁一摆经验。即个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，甲我有甚物款的关系？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甲我有甚物款的关系？所以今仔日12月20，伫教会节期，在教会的节期上面，我们称为代降节。代降节今年是从11月29号开始，第一个礼拜天。再来12月6号、13号，今天12月20号，有4个主日。所以我们看到台前在教会的历史上面，3个紫色的蜡烛，它所代表的是3个礼拜，等待耶稣降生，对伫咱的生命，是不是有带互咱愿望，带互咱信心，带互咱喜乐？今仔日第4礼拜。咱粉红仔色的蜡烛点都同重要的，就是要一摆搁一摆来学习耶稣基督迄个疼。这个疼在咱的生活中间，我们会跟别人之间有一个仁爱的一个关系。所以这是代降节，单台耶稣基督降生12月25号之前4个礼拜很重要，提醒我们的功课。所以当咱来讲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，这个代降节是一摆搁一摆提醒咱。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当年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咱特别伫12月的第3礼拜，嘛呼吁大家最近关心的，就是真侪退休的传教者，因生活、因的处境，咱三甲关心伫这个中间，所以咱教会有缘共款，咱会用今仔日做这个关怀之日。圣诞节到。除了诗班圣歌队带咱唱的迄歌诗歌以外，你的印象中间常常出现的是多一条歌？在圣诞节这段期间，不管是你打开收音机，或者说你看电视，你会不会常常看到这首歌？会不会？来，咱唱一解看卖啊！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r King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。这首歌你捌唱过无？捌听过无？无唱过嘛，听人唱对无吼？伊咧讲的就是安怎，祝你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。啊，以前细汉的时阵哦，常常有一个字写唔对，倒一个字写唔对 ，MERRY 写做。啊，不要紧，咱知影这是要甲咱讲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。为什么讲 Christmas？Christmas 什么意思？伊这是2个字，一个字是 Christ，Christ 的 Christo 就是基督，基督是受抹油的，是弥赛亚，是拯救者，上帝所拣选的，甲抹油，这是 Christ 的意思，就是咧讲到耶稣基督。Christmas 是咱咧讲的弥撒，啊，这个弥撒其实是咧讲到一个礼仪，这个礼仪每一摆天主教会的主会时阵，通过这个礼仪，通过这个仪式，在提醒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。那个饼、那个杯，迄个饼甲迄个杯，来表达出来耶稣基督的降生。耶稣基督伊的降生，咱逐摆咧擘饼，想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所以那个弥撒是一个礼仪，所以通过那个礼仪，我们在
是纪念耶稣基督，他不但降生，而且是为我牺牲。所以当咱来讲 Christmas 的时阵，来讲 Christmas 的时阵，其实不是在讲 Merry Christmas， 讲哇圣诞快乐，耶稣出世，唔那安尼来呢。同样，伊出世的目的伫倒，是为着我牺牲。否则的话，每一天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出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偏偏全世界人要点伫要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彼此要说圣诞快乐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我才要包红包啊！不然的话，一天到晚那么多小朋友出生，你会包红包吗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像你随婴儿出世，跟你有关系的时候，你就准备一个红包去送。所以圣诞节咱嘛包红包，咱不是要包给你我，包给耶稣，是要包给需要的人。所以教会的2000年，在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上面，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更积极参与在冬令救济上面，就是把我们有的分享给所需要的人，包红包，因为耶稣出世，跟世间人拢有关系。这是咱讲 Merry Christmas 真要紧的一个意义。所以马太福音第1章20拄啊，信歌队的赞美中间有一首歌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伊要生一个囝，给他号名叫耶稣，伊要拯救家己的百姓脱离罪恶，要拯救家己的百姓脱离罪恶。这就是咱所咧讲的，拄啊讲的圣诞节要脱离罪恶，将我给我救出来哈。所以咱会看到这个朴素，远远就看到这个星，远远就看到这个星。因要来敲锤迄个拯救世间人的救主，让咱有机会重新开始，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重新开始的时候。因此，每一年在圣诞节到圣诞节到的时阵，咱圣歌队因带咱伫咧唱哈利路亚，伫咧俄罗主的时，敢若亲像天使天君要俄罗主做王，主耶稣基督。正做我生命的王，正做咱社会、咱的国度的王，掌管者，互公义甲正直会当出现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常常经验到咱的社会有真侪软弱，真侪软弱。这款的软弱，毋是古早，毋是伫迄个小说中间。当你面对司法的时阵，人甲咱讲有钱判，是无钱。你会讲啊，无可能啦！今仔日这个民主时代吼，今仔日司法公正的时代，咱知影，毋是安尼呢吼。无一定是讲这个法官伊想要为了钱，无一定。但是可能受训练的过程，可能伊的经验，可能伊所接触的，较亲像恐龙，较毋是亲像百姓吼，所以判出来大家会无满意。啊，这个部分是人的软弱甲有限。耶稣基督做王，要将正直，要将公义。在咱的中间来显明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咱会唱出哈利路亚？大家最近咧唱诗篇106篇第1节，预备来，哈利路亚！都爱俄罗耶和华上帝，因为本是好，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耶和华上帝慈爱永远伫地，他的慈爱如何长存呢？真的跟我有关系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在说到的。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不只认识上帝，我们也特别经历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大摆吼，青年人入山甲斗阵，然后若小可袂好势吼，冤家来找辅导、找牧师、找传道，即摆吼就爱甲因两个叫来吼。到底你原底是咧听爱伊什么？为什么想要甲伊斗阵？咱拢会提醒青年人，无一定青年人啦，老夫老妻也一样哈，嘛同款，咱拢会互相提醒，你到底是爱这个人，还是爱他的美丽，爱他的钱财，爱他的才干，爱他的好人缘，爱他的什么？你到底是爱他什么？对不对？咱嘛互相会提醒安尼啊。拄开始的时阵，一定是的哦，一定是这边甲你吸引嘛，对不对？他很温柔，他很果断。他让我有安全感，他每次吃饭都是他付钱，不会勾大曲。然后不管怎么样嘛，总是有吸引你的地方。但是真正的交往，真正的交往是安怎？你应当按这个部分，按迄个经验，按迄个感觉袂歹，这个经验敢像厝边嘛同款。为什么你甲这个厝边较有话讲？都是因为是啥
好厝边嘛，为什么叫好厝边？对我好啊，我本事我未摕出去啊，讲来我帮你拿，然后今天不方便出门，他讲你想要吃啥，我给你摕。你一定是从这边去经历到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若真正甲伊诚做好朋友，你若真正要甲伊诚做男女朋友，你若真正要甲伊做阵行入去家庭的时阵，一定不是这个地方而已，而是因为你爱他人本身，这个人本身。所以救抓洗浴的时阵，洗浴的救抓，对无？洗浴的时阵，唔再讲，无论伊后摆什么款的情形，你拢欢喜要甲伊送到斗阵，是不是？无论是病痛、艰苦、失志，你拢要甲伊斗阵，就是因为你疼这个人，无因为这个外在对你的好，你感谢这个所在甲伊送到斗阵。OK， 天父上帝就是安尼啦。上帝伊本身的特质，上帝存在，伊本身就是啦，伊本身的存在，互咱来学咯，迄款的慈爱，伊本身的属性都是有慈爱有公义。但是咱常常经验到的是啥物？咱常常经验到伊所做所为的一切，就感谢伊的慈爱的因传，对不对？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所以咱常常经验到伊的慈爱，经验到伊的保守，所以互咱唔那欢喜感谢，过来咱要进入欧罗，迄个欧罗就是伊的存在啊。对伫上帝存在迄个基标，这嘛是咱圣诞节同重要的一个主题甲一个元素。所以咱今仔日为虾米称作赞美礼拜？赞美礼拜毋是干那为着讲上帝感谢你，互我食，互我穿，互我无用安尼讲吼，欠钱当然嘛爱还吼。啊，毋过互咱经验到遮个好，毋若经验到遮个好，伫咱困难的时阵帮助咱超越。当咱碰到这款关系袂好势时阵，帮助咱看到耶稣基督和解使者，因带咱搁一摆搁好。这拢是咱所经验，但是咱要对这个所在进入阿罗上帝，伊的存在，互咱来阿罗来赞美。所以这是咱所咧讲的，耶和华上帝永远存在慈爱甲伊迄款的好。表现伫耶稣基督的降生甲牺牲顶头，这就是咱咧讲的。咱常常经验到上帝安怎经验，就是伫耶稣基督踮伫咱的中间。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来，为着咱受定伫十字架顶。但是咱知影有一天耶稣基督要过来，要永远做王掌权，这个世界将说基督的国度嘛要亲像咱等的。圣歌队赞美的中间有一曲叫做哈利路亚，迄个哈利路亚这曲中间要讲的是主做王永远到伫永远，这是咱要做阵来俄罗献上的一个感谢。希伯来人书第1章第8节安尼讲，预备来关于子耶稣基督，他却说：上帝啊！论到基督，圣经安尼讲上帝啊，你的宝座永远伫地，你的国、你的掌权直到万世代，这是咱所看。所以基督过来的时阵，就是咱所咧讲的世间迄款的软弱、弯曲、扭曲、战争。基督掌权的时阵，要将这个拢用伊的正直、用伊的慈爱来取代。所以耶稣基督降生，毋是干那为着咱好，毋是干那疼惜咱，伊阁要互咱的规个环境、规个世界，伫个掌管下面有公义、有正直、有公义、有正直，这是咱的圣诞节时阵迎接耶稣基督降生要紧的意义。毋若干一个婴仔出世，包一个红包，同重要是安怎？这个婴仔出世，互咱看到咱将来永永远远的愿望。所以，这是咱伫圣诞节常常会看到《路加福音》第2章11节咧讲，今仔日伫大庇的城有一个婴仔为着恁出世，伊是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咱每一摆拢会讲到这个救主跟主宰是两个意义。
救主是让我们从罪的刑罚中间得到赦免，对罪中间这个下面，咱若主宰咧，要改变咱的性命，咱有经验到这个无？咱的软弱，咱犯罪行为会愈来愈少。虽然给兄弟姊妹领受耶稣基督做主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去经验到这个。唔是因为你踮咧训练外在讲话技巧，知影要安怎用三明治的方式来表达。什么叫三明治？第一句话都要先甲抱、甲肯定。哇，你安尼做真好，对不对？你今天真的很好。第二个中间迄个才是主要的哦。迄个安怎？唔久吼，对不对？唔久吼，唔久是安怎？就是你吼，那卖遐大声，不要那么直白，不要重调的啊。要讲了后壁第三篇，迄胖大个安怎？搁较疏疏的你真的是很好哈。老师啊，你敢咱教，你以为听的人听不出来啊？听的人敢听会煞，你的重点在中间迄块啦，迄块哈姆吼，边仔迄两块胖拢。那个是走一招啦，但是人又需要这样，人需要肯定，人需要支持，需要肯定，需要欧肉，但是咱拢听得出来是中间迄项。耶稣基督做咱的主，耶稣基督成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，我们会越来越经历到生命的改变。你会发现，你不需要外面那2片面包，你会经历到里面的那个哈姆。或者是气死那片的美妙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让我们看到他的伤痕取代了我们的软弱，他被鞭打，我们的罪得医治。耶稣基督已经为了咱承担这一切，咱直接会当进入迄块哈姆，进入迄块气死。听我讲哈姆甲气死的意思无？唔通转去看三明治，去咧找迄个吼，就是耶稣基督咧，甲咱讲咱生命中间迄个改变。互咱踮咧人际关系，互咱踮咧厝的互动，互咱甲厝边头尾，甲咱的同事会当画出来一个无同的关系。所以那呢，这是咱看到诗篇145篇17节所咧讲的。来，耶和华。伊毋是干那互咱阻碍，对不？咱讲耶稣基督降生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爱我们，不只是这样哦。他还把公义带过来了，不把公义带过来。你这是上帝，上帝那跟他阻碍，跟他阿拉丁神灯，你这个上帝怪怪。上帝有公义、正直在咱的中间，这就是诗篇的作者搁一摆给咱提醒。所以那年咱就倒转来，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。这首诗歌咧讲的 Christmas 是什么意思？基督，唔那干基督哦，搁有啥？为着咱牺牲。这是 Christmas 真重要，互咱一个生命新的开始，生命新的开始。那呢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经验到这款生命新的改变、新的开始，你是不是欢喜？嘛，引带一个人来经验这个过程。今仔日，咱上尾场的福音地会阴暗7点半，虽然迄是第4区的，但是欢迎大家拢来，把它挤爆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咱已经有9场啊，这9场我有去7场的所在，我感觉真厉害呢。咱的中级甲咱遮周边的同工坦白讲，半年前还有人私下去互我偷听着，牧师嘛要从啥变啊这个网我真正有听，你知道？因为真的不知道干什么。不过统计这10场，踮伫真侪人的客厅，迄个福音地会。兄弟姊妹做见证，长老做回应，咱有同工做阵引带，互遐福音朋友会当去体会、去经验到，原来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你们在礼拜堂的一个游戏、一个玩意儿，而是真的是在我的生活中间。我那个朋友他的见证让我感动。以前该斗阵几10年，从来都唔捌听伊讲到耶稣，今仔日讲到，哎呦，竟然有这款代志，这个代志，互遮的福音朋友。因的生命要真做无共款，所以咱是不是会当陪伴一个人，直到有一天耶稣的降生迄个意义，伫伊的生命中间成型吗？你愿意安尼吗？当人的心内充满耶稣的疼的时阵，伊所讲所行会变做真奇妙、真水。
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你的话语、你的言行会让人家吸引。2个礼拜前，我们这边有个讲座，前面有5个讲师，有一个讲师叫做陈永兴医师，陈永兴医师他讲到说，伊当然分享到台湾的文化，伊讲一项，伊感觉台湾欠缺信用，台湾的百姓欠信用，缺乏信仰，缺乏真正有信仰的生命。当然，伊讲的信用无一定讲基督教信用，无论什么款，但是常常拢是举手对拜，唔知咧创啥。性命欠信用的时阵，欠迄个金钱，欠迄个2礼拜前中国广州来叫做古展玲一个少年的22岁，踮咧咱的活动中心大两下，徛铁马踮咧咱。他说他想要追寻什么？他觉得生命中间应该有所畏惧。一个中国来的22岁少年家庭2礼拜前住喺咱家吼，迄天我嘛真考虑到底要互大袂互大，家己一个人，咱家拢无人吼。伊家己带天道来，问伊为什么想要来台湾？问伊为什么按青海徛铁马徛到西藏2000公里？伊家己徛铁马按那个青海吼徛到西藏2000公里。问他为什么？他说他觉得生命应该有所畏惧，生命中间应该有你爱敬畏的物件。但是伊踮咧中国迄款的环境，因感觉无什么通追求，无什么通行安尼。他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这22岁少年家呢？如果耶稣基督会让你在那个畏惧中、敬畏中间找到的时候，那你的生命会有所不同。所以你就会开始讲做一个所谓的基督徒。但因为耶稣的意思嘛，讲咱台湾虽然拜拜的人真多，去拜堂做礼拜嘛真多，但是真正有信仰的真少，会不会？一个有生命、有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，所行所做，会变做一款的吸引力。这个基督徒在邀请别人来教会的时阵，别人会欢喜要来。敢若像咱的福音地会，伊会欢喜要来。这就是有福音吸引，咱称作福音朋友。有一日伊会明白，原来这个世间有真多混乱黑暗的代志，环境有一日咱要进入光明。这就是咱正爱咧讲，当主做王的时阵，咱会对底底进入到得胜的日子。到主面前的时阵，得胜的日子；基督过来的时阵，我们会进入那个 victory， 迄个得胜的日子。这就是咱今仔所看到。两边圣歌队的赞美中间有一曲叫做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意思就是俄罗主，耶和华的名是咱所要俄罗的，这是俄罗主的意思。伊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历史顶头在唱到哈利路亚的时阵，有一个故事。1742年，韩德尔伊其实迄阵真实际，伊原地做的几个曲，拢真畅销，大家拢真欢喜听。毋过到迄2年，有几落年，2、3年、3、4年啊，真实际做袂出来一个会当感动人的曲，有人欢喜听的，所以本来想要放弃啊。毋过上帝的恩典、圣神甲伊三甲地地，结果伊伫1742年，听讲用12天的时间，甲迄个3点钟会哈利路亚，那弥赛亚，这个曲叫做弥赛亚，该完成。这个弥赛亚中间的第2部的最后有一个叫做哈利路亚。1743年，伫伦敦演出的时阵，唱到哈利路亚的时阵，这个是韩德尔；唱到哈利路亚的时阵，这个乔治2世，伊的老爸叫1世，伊的囝叫3世。这个乔治2世，听到？无，我提这个意思是讲，今日拍乔治毋拄好，甲伊的老爸、甲伊的囝去混淆吼。听到哈利路亚的时阵，感动甲徛起来。所以王徛起来，其他的人安怎嘛跟徛起来。1743年开始到今仔日，世界各所在，若咧演唱弥赛亚这个曲，唱到哈利路亚这段的时阵，差不多要4分钟、3分半钟到4分钟的时阵，大家都拢徛起来听。这个哈利路亚，俄罗主将一切荣光归乎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。等下咱嘛要经验这个功课。当圣歌队唱到哈利路亚的时阵，请咱兄弟姊妹，咱制定起立，就是这项。这故事真特别，你看卖1743，当然咱
徛袂久，也是讲行动无方便的人，咱戒掉不要紧吼。这毋是真理，甲得救无关系。但是咱就传统上，你听到哈利路亚的时阵，咱用听起来表达对上帝的阿罗，将一切应当要来归乎伊，这是咱所看的。那呢，这礼拜今仔日20号24暗8点，伫咱遮游园有圣诞平安眠，所以欢迎咱游园共款24暗会当来这个所在平安眠。但是咱互相咧讲 Merry Christmas， 咧讲到圣诞快乐的时阵。你看到什么？别人跟你讲圣诞快乐的时候，你脑海看到什么东西？你看到的物件代表什么？你看到礼物，看到圣诞树，看到一个圣诞老公公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？看到一个街友，还是看到什么？看到圣歌队很漂亮的衣服，你看到什么？那个代表什么意义？还代表什么意义？望通过安尼，互咱今年的圣诞节会更较无共款。第二项，你敢有一个福音朋友？可能熟识几十年啊，但是你足期待要甲耶稣基督的降生分享予伊，陪伴伊，甲伊分享你甲耶稣基督的亲密是甚物款？望通过安尼，互咱今仔日的圣诞节无共款，互咱今仔日的哈利路亚真正得到上帝的欢喜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所做的极其奇妙，真侪人来到阮的中间，互阮要看到嘛，经验到你含阮三同行的实在。阮感谢你，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，真做阮生命的主，嘛真做阮软弱中间的救赎主，互阮会当得到重新开始、顶头生的机会。阮过一摆，将今仔日阮的赞美阿罗拢献伫你的面前。愿主将平安甲喜乐降落伫阮的中间。阮安尼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